后来继续来到宜兰，各乡镇迎新年拢推出迎宾的活动。苏澳里的转运站举办文创市集，内面盘手礼，阁会当抽奖。三星乡是伫个安农溪边，用废弃的油桶来打造古水的猪仔囝，将做拍卡的景点。东山乡嘛，伫个公所4块练凳布伫花顶，要互游客到宜兰过好年。 舞台顶是热闹热热，要大家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宜兰有真侪乡镇推出特色景点，来到苏澳转运站，迎接的是在地文创市集，只有真侪手工商品，也有各种的盘手礼。来买是比较方便一点，交通也现在比较方便。另外，用大众交通工具的票根，阁会使参加抽奖。演出的，我真感谢白谢谢咯。哇！ 大人囡仔拢算啊真欢喜，另外来到三星的安农溪边啊，看过拢是真古水的猪仔囝排规排，才变成上清的翕相地点。等一下好不好？很多朋友都说要过来了。用147个油桶加41个喷桶做这个大小架低，和这个回收废弃物增添喜气，过使吸引人气。毋但只是好看好耍，暗时嘛真精彩。东山为车头到公所打造充满喜气的第年花灯的灯会。 就是很有过年的气氛。每一个乡镇拢拼创意，要拼观光嘛，希望讲会使陪大家做伙度过这个过年的假期。